手把手祷告手，可以猜得出这里是哪里吗？可能楼上大家不会那么觉得，可是啊，大家看看这些商店以及哇这么多客旅，而且在这里客旅当中有许多跟我们是不同国籍，不禁让我想到在圣经当中有教导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因为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我们看有人席地在坐，然后大家围起来就一起吃东西，彼此来分享。我们有过在公共的场合里面一起坐在席地而坐，或者是彼此聊天或者是在这里过夜晚的吗？叶牧师有过这一次这样的经验哦。我正好来江南教会没有多久我去探访，去台南，可是夜车已过，所以我到了台北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根本没有公车我就想到其实来体验一下这个在车站里面睡几个小时游走，哇，你可以知道我那个经验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好不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这地上是一个客旅，但总是有人来接待我们为这个事来感谢。我们也代祷我们身边有没有那需要我们去接待，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接待的人，我们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哦。家庭一样，我们曾经去哪里被接待吗？我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正好要跟钟贤哥去台南我们要被接待这个经验我相信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会跟你们大家来分享哦。手牵手，祈祷的手。